税厝补贴7月初3开始，一户一个月上最当补贴2000块到8000块的租金哦。这届补贴对象嘛扩大到18岁以上，所以学生税厝买当来申请。特别要照顾大一、大二的这个学生呢，也就是把年龄下放到18岁。第二个就是有很多的租客呢，他会担心说这个房东要逃漏税哦。不过这一部分不需要担心，因为你在申请的时候是不需要房东同意。那如果房东要逃漏税的部分，其实绝对严惩而不容。那另外这个租金的一个补贴方案会对我们现在的一个租屋主大概会减轻20%到40%的一个租金的一个负担。内政部表示讲，民法已经甲新年改做是18岁，所以租金的补贴照顾对象嘛，包括满18岁伫外地读册、就业的少年、税厝的族群哦，拢会当来提出申请。